80比80，廣東隊陽光隊喺冬至大戰當中9分嘅優勢贏咗青島隊嚇，咁啊以9分嘅優勢亦都係開季以嚟嘅4場比賽當中最多嘅一次。講下啲主要數據先啦，三分球方面咧18射10中，廣東隊有55.6%嘅命中率。助攻方面22對19贏咗，搶斷10對6贏4個。咁同時咧最抵讚嘅地方就係講緊籃板球啦，45個籃板球啊，而青島只有26個，而且廣東隊45個籃板當中有14個前場籃板，你大家諗下14個前場籃板多幾多次2次得分機會咧，係咪先？但係正如杜鋒話齋啊，嗱雖然我哋籃板係贏咁多，但係最終都係贏9分，點解咧？問題就出現喺失誤方面啦。廣東隊今日有16次嘅失誤，而第一節咧就已經有5次嘅失誤啦。如果喺失誤方面做得好嘅話咧，可能贏嘅分差不至於咁少添啊！講我哋主要球員啦，昆尼今日最抵讚。昆尼今日喺第一節就已經3射3中嘅三分球啦，成場比賽結束昆尼嘅三分球係7射5中，而且有6個籃板9次助攻，做6次嘅搶斷，真係人稱蜘蛛俠嘅昆尼今日1攻1防咧都係頂級外援嘅水準。但係喺失誤方面，昆尼都榜上有名嘅，佢有5次嘅失誤㗎，所以呢樣嘢對於昆尼嚟講，如果佢可以失誤控制得好一啲嘅話，佢會絕對可以聯盟當中排到前10嘅。咁而另外咧廣東隊今日仲有一個嘅關鍵人物，當然就係傑師傅啦，17分雖然出手咧就唔係咁多，得13次，但係效率值勝在夠高啊嘛，13中6嘅整體命中率，三分球3射2中，而且仲有6個籃板6次嘅助攻。嗱，呢個就係傑師傅抵讚嘅地方，佢唔單止自己去得分，仲可以串連起成支球隊得分。最記得一個瞬間就係當對方入咗個3分之後，將個分差縮窄到去1個波嘅時候，傑師傅即刻就可以有回應，亦都幫助球隊喺上半場咧將個分差拉到2個波以上。嗱，呢樣嘢咧就證明傑師傅而家對於廣東隊係幾咁重要啦。當然咧，今日嘅2個本土內線同樣可圈可點。少傑唔使講嘢啦，一直以嚟都係廣東隊本土內線嘅大腿嚟嘅。而焦柏橋，我覺得佢越嚟越好啦。今日咧，焦柏橋咧有9分啦，6個籃板啦。雖然佢自己都覺得呢個唔係我最好嘅狀態，但係同之前3場比有進步。唔單止防守端有護框有籃板，而且冇太多冒失嘅起跳，亦都令到對手咧冇太多喺進攻端冇太多嘅機會。同時，焦柏橋今日其實犯錯亦都唔係話咁多，我覺得呢個就係佢融入咗個新嘅體系之後逐步變好嘅象徵。仲有咧就係講緊張文日啦，今日上嚟之後僅有嘅上場時間當中，亦都喺3分線上咧2射2中幫助球隊。黃鴻澤同埋陳家正亦都有可圈可點嘅地方出現㗎。黃鴻澤今日真係作為首發出嚟面對對方大外援米基啦，或者講緊一啲比佢更高嘅內線嘅時候咧，係會有輸蝕，但係亦都喺進攻端展現出成熟嘅一面。陳家正今日喺防守為達斯潘嘅呢個方面咧，亦都做得唔錯，但係當然亦都係處於一個交學費嘅階段，所以亦都希望2個後生仔通過更多嘅實戰嚟到不斷練級、不斷提高自己。咁亦都希望咧廣東隊通過呢場波希望佢哋喺磨合方面咧，其實係完成得越嚟越快㗎啦，亦都希望佢哋喺跟住落嚟嘅比賽咧越嚟越好。咁今期福本係咁先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